好快咧就到2026年㗎啦，咁大家都想即係問下啲運程咁樣，咁我哋就請咗香港著名嘅風水師蔣康文先生咧上嚟同我哋傾下偈，同埋佢今次會同我哋帶嚟一本佢嘅新書叫《赤馬紅陽記》嘅。到底呢本書係點解有啊？咁就大家對於呢個赤馬紅陽記咧有啲乜嘢解釋咧？今日就請佢上線同我哋傾下先。蔣博士你好啊！係啦，你好，你好。都多謝你上我哋真 talk 嘅節目啦。咁就係可唔可以同我哋觀眾先簡單介紹下你自己啦？咁就同埋你自己對呢個即係預言啊，或者呢個風水研究嘅背景。我咧就本身係香港註冊建築師嚟嘅，我自己係有做建築呢一行嘅本行。咁我點解會無端端涉獵到風水啊、術數呢啲嘢咧？就係因為我大學嘅時代咧，就想研究中國古建築。嗱，咁大學雖然有教古建築啊，但係香港大學當時咧係揾一個斯里蘭卡嘅教授，揸住一本英國人寫嘅書嚟教中國古建築。咁我當時嘅民族自卑感啊出晒嚟，即係話點解唔揾個中國人揸本中國人寫嘅書嚟教中國古建築咧？咁都唔緊要，因為點解咧？學無前後嘛，達者為先。咁但係佢講出嚟嗰啲好多解釋咧，我係唔信服嘅。咁同埋佢其實咧有好多嘢咧係冇解釋到添啊，就甚至咁啊。於是咁咧，我就去追求自己去研究中國古建築。咁啊，當時睇嗰啲梁思成啊、吳徽欽啊嗰啲好出名嗰啲咧，中國嘅學者啦，但係佢哋其實都係因為西方訓練嘅，佢哋咧對呢啲嘢咧都係即係對所謂中國建築裏邊成日都講嘅風水。嗱，每一個中國建築都幾乎講風水嘅，但係解唔到。咁我於是咧就去研究風水咯。咁啊，於是誤打誤撞就撞到我個師傅。咁啊，於是咧佢就即係開始跟佢啦。咁啊一路就學易經啊、風水啊，咁跟住就慢慢涉獵到斗數啊、其他雜雜嘅術數啦。咁啊，於是咧就沉迷咗落去術數度。咁點解咧？因為我發覺術數係可以愛嚟推未來嘅，同埋今日科學係做唔到嘅，同埋科學有好多嘢咧係術數可以解釋，但係科學解唔到嘅。咁我成日信科學㗎，但係咧我就信科學嘅不足。咁你一個40分嘅科學咧，就要解釋100分嘅宇宙咧，你就係迷信科學，明唔明啊？咁即係好多人都係咁㗎。你話人哋迷信，咁因為譬如你話我信基督咁啊，基督有好多嘢解唔到啊。我問過好多牧師關於基督嗰啲問題，佢都解唔到啊。即係所以嗰啲牧師好多時就成日話天主咧就有佢做嘢嘅目的嘅，你到時就會明㗎啦。咁明乜鬼啫？咁我即係我信，即係明唔明我個意思啊？咁好多呢啲嘢咧，就係因為你個學識只係得20-30% 或者30-40%，但係你去企圖去解100咧，其實你係解唔到嘅。